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相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你送我的花，感谢你所讲的话。无论情我亲爱我亲，总是伤害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千般月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我算雨我算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不愿收回，甘愿受罪。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阿妹啊，莫再哭啊！什么代志吼，慢慢来讲啦。妈，我昨去阿我爸遐要问讲，你以前的查甫朋友是谁？我爸讲叫我灌2罐酒，等下甲你灌好醉，安尼你就通讲出心内的话啊。哪会知影我家己生气啊？对，昨下你啉酒醉的时阵吼，有去唱歌，有去跳舞哦。什么唱歌跳舞呢？哦，迄真正比歌厅咧作秀吼，还搁较精彩呢。后来咧，后来吼，伊就趁机会哦，甲我回来伊的房间啊。歹势，插播一个，唔是我趁机会哦，是母啊交代我扶你转去你的房间困，你的房间门锁掉的，拍袂开，我高不离宗，只好扶你来我的房间困。高不离宗，哼，知的啦，知啥嘿？然后伊就，哎呦，伊就安怎你唔着讲？然后迄个下丢水身躯，佮换伊困衫，困在伊面床顶。所以哦，伊昨暗吼，伊无遐尼讲的，遮尼好的机会，一定对你安怎？无咯，母啊，你唔通听阿妹仔的啦，是伊家己咧乌白想啦。迄昨暗吼，是伊要洗身躯，我只好甲我的困衫借伊穿啊，是伊家己入去洗身躯，家己换困衫，我是干那扶伊来眠床顶困，安尼尔啦。我昨暗吼，我困迄条椅啊。你敢安尼讲？我无啥敢相信。我就抓。妈，但这种爱情会骗出大色人哦，就抓，干那在食饭的啦。对。讲到实话，你昨啊有对伊做迄种代志无？绝对无啦，人格保证。妈，带种下流的人哪有啥物人格啊？对。你看还没哭啊？你嘛承认者。好啦，既然伊若要死路要嫁我吼，我就承认啦。请，你讲我死活要嫁伊？要无你哪会确定讲我不了你的清白？你明明就是死路要嫁我。好啦，我较委屈的甲你带你啦。你咧死面的，你真正当作你是里奥纳多哦？我吼要叫你承认吼，是因为我要去告你啦，我叫你去坐监。哦，我看吼，你是要学人什么电影明星啦，然后一寡社会新闻，互报纸甲你刊出来，拍一个知名度，后摆吼，你才直接去做明星啦。哎呦，这个代志顶个报纸，要见笑死的。袂啦，即马偌济人吼，拢嘛要找机会出名呢。迄知名度若拍起来吼，若要作秀啦、拍写真集吼，价钱拢会较悬。你叫我的房
摔无要紧哦，摔歹爱赔哦。对啊，那查某囡仔人吼，爱较忍耐咧，较温柔咧，才有人通我甲你爱。你出去！你这样就给我出去！出去就出去，哪有啥？唔对咧，这我的房间呢，要要出去吼，是应该你出去咧。出去。阿妹啊！哎呦，阿弟啦，你气个安尼啦！啊，这个母啊，你嘛有看到，是家己无讲道理的啊！我好心去互雷针呢。你昨暝敢真是无对阿妹做迄代志？绝对无啦，人家保证。母啊，我唔是阿妹想的迄款人啦。吼，你是有够戆呢！唔是迄种啦，哼！咱就加讲哦，甲迄个相亲的时阵，迄大波大的小姐出来的时阵吼，你就会当相信讲伊是一个爱情的骗术大色人啊！好啦，假使讲吼，伊若参像你所讲的迄款人吼，妈妈就甲赶出来，吼。妈，你休困啊，我来扫啦。好啦。喂，我加讲的啦，阿爹有爹无？伊去工地无伫咧啦，啊，你敲行动电话互伊吼。喂，哎，加讲诶，安那？你唔通袂记真呢？你今仔爱搭雨水花含伊结婚的代志啊？啊，袂啦，我会记你啦。安尼上好，吼，就安尼。我的心肝里遐着安怎讲啦？放心啦，无问题啊，伊答应含你结婚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想讲即件代志也是含恁爸参详一个较好。啊，恁爸咧？哎呦，迄阿我爸也来找伊啦，两个人毋知影哪咧验咧，亲像讲到一个什么人的查某人啊，阿我阿爸啊，这样就带伊出去啊。对啊，高二的意思吼，你不要再甲你讲，叫你一定要斗相共。我看吼，最后甲带出来好啦。我本来使为着迄区田哦，就甲带呢。啊，真正若安尼哦，我叫阿妹啊笑死，笑我讲人财两得。你也咧插伊，阿弟啊，为着遐个高二吼，莫讲是带水花啊，倒转是火起哦，你马甲跳落呢。啊，即届哦，真正鸟仔食盐哦，出万死的啊。啊！你查人抱进来遮，啊，甲人去用土酒咧啉咧，哎，这是你。那老别干的啦，可怜哦。阿雄，求你，你原谅我，我真有唔对。你唔通安尼讲啦，你安尼无伫吼，我的心肝人嘛是足想你，足思念你的了。等下，你这个查某啊，死好啦，应该有今仔日的报应啦。阿雄啊，你先啼笑了啦！卖甲有想，你这个袂计小的查某，还佫有迄个面通倒转来，你也无想讲你当初是安怎对待阮的？你敢知影阮偌可怜了？阿雄，我知影我对啊，你原谅我。免想，原谅你啊！哦，你敢知？我若想起当初的代志，我就。阿雄啊，卡拉讲哦，恁两个嘛是翁仔某啊。某，你若莫讲着这个某，我无遐伤心啦。当初我娶伊的时阵，不但讲我无友好我的爸母，佫定定安尼甲伊侮辱伊，
阮老母，若是为着伊啦，才会去断迄条上大条的火筋带起来。但迄拢过去的代志啊嘛，莫搁提起啊啦。啥物莫搁提起？还佫有咧啦！阮最后出世的时阵，伊就随带少年家走。讲啥物？迄个少年家偌缘投，偌性格，偌好野咧，啊！哦，怎咧放松阮爸仔囝？啊！我差一点仔就为着伊去跳河自杀。阿雄，啊，结果你也要跳河啊啦？啥讲我无跳？我跳落来啦！水伤咧，我站袂掉，我唔知佮爬倒去啦。我较清楚，后来吼，我去台北出去，对迄大门甲踢出来啦。哦，你这狼心狗肺的查某你啊！你记下。阿雄啊，我知影我唔对啊，我当然是要甲你上罪，请你原谅我好无？原谅你。阿雄啊，等，你点，我答。我即摆想起着这件代，我这脆骨好的心肝，要甲你诋毁，你知？阿雄，啊，等人村人知影伊唔对，叫你原谅，啊，你就原谅伊啊。你无听人讲哦，一夜夫妻百岁恩，迄是伊家己啊。当初无带念着翁仔某的感情啊，少年的时阵，缀别个查甫人去快乐、去爽、去享受。即摆老啊吼，即摆破病啊吼，再要倒转来叫我收留伊，你当作我阿炮啊哟！阿雄啊，这哪有什么关系啊？迄毋是恁某恁妹，我嘛无关系。我安尼为着伊啊，就我20-30年，咱拢无怨无悔，每工拢。你恨我袂怪你，我嘛唔敢求讲，你会当互我转去。啊，毋过我拜托你，你互我去最后一面好无？你互我当，最后啊，无你这个接袂见效、缀去遐走的老母啦！你若敢去入来阮大门一步，我就对头甲你扭断。好啦，行，倒去。阿雄啊，我拜托你啦，我拜托你啦，阿雄啊！紧去！别叫查某，别叫查某啊！少年得人走，食老啊破病安尼，日日来，怎么叫我收留伊哦？哈，免想啦，爸，无你细细念一路是咧念啥？爸，人专工伫遮等你呢。对啊，姊妹啊，是关于迄个阿德啊吼，要第一顾传，啊，佮含水花结婚的代志啦。啊，水花想讲吼，请你甲问看卖啊咧。我袂去啦，哈！叫我白送一个查某囝，就搁了一句残咯。爸，啊你话哪会讲我遮歹听啦？是我嫁互阿德啊，嫁真吼就是嫁迄句田啦。哎，嫁迄句残，甲了迄句残，意思拢都共款啦。你嘛听我的话，乖乖甲讲完煞做对。爸，你莫定定讲即句，甲我吓惊啦！啊，若无，我正经会拖起来啦。拖起来上好啦。爸，带着水花啊会。明啦，会变成严家袂提是无？爸，人咧讲，某若花一定会头家果。又讲我是水性杨花，讨客也是。我莫讲，我惊你。好啊！你吼个性若唔改吼，早晚会甲你迄个袂计小的老母共款。爸，哎呀爸！水花啊，好过安尼啦，我替你吼去遐找阿德啊，叫伊吼明仔载来结婚。好，你赶紧去啦！我吼今仔日就要甲你结婚啦，我一张面都袂用得等。阿官啊，你透早就来啊！来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这吼就是我电话顶甲你讲的水花小姐啦。啊，你好。这阿官啊啦。哎，家长，
你伫电话内底讲，你要找我来，搁加有心，然后要去阿妹因厝，要互因大家就阿弟赶出去啊！对啊，无到时啊，我会喊你阿妹啦叫拍伊啊。水啊，紧卡就去浪费。阿妹讲，公安表怎么来啊？我马上就走。无啊，讲完啦。你是想要遮调皮什么啦？赶紧出去啊！哦，我来去看好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苦情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。阿公啊呢？啊，恁老爸有代志要找我是？毋是啦，手机即嘛，我是来恁兜看伊的啦。你要来阮厝看电视啊？毋是看电视啦，是看现场演出啦。啊，等一个家讲吼，要带一个小姐来恁兜搬戏啦，一定够精彩，所以我要来看。讲啦，你讲啥？家讲等下要带一个小姐来遮搬伊。对啊。我袂使甲恁讲，家讲要带一个加有心的小姐来找你，头手机即嘛甲你赶走。哦，啊若无家讲会爆我的皮呢。这阿弟啊，我看你这个在搁讲啥？阿公小姐，你莫搁伤心啊！我即马吼，就带你来找阿弟啊。好。水啊，等伊等好消息，这届阿妹一定甲阿弟挂出去。Yes。妈，阿妹啊，你下班啊？这位小姐是？妈，伊就是我相亲的时阵哦，迄个叫阿弟啊欺骗，佮共放生迄个阿关小姐。辛苦，等我回去买了，你就放手我你。喂，我较真呀！你怎么样？你是要爬阿妹哦你？我跟你拼！阿关啊，哪有这个代志啦？你这爱情的骗子啊！哪拢找到遮来啊？你搁讲无这个代志？就是啊，手机嘛，你来看，一坑都遮大坑，这敢会价值7、8个月安尼？好，我去洗血好了。阿关啊，你误会啊啦！我是讲，我哪有可能甲你放散的？那我吼会带你啦。这样，你会带我？对。对啦，你巴肚内一定有囡仔啊，应该带你。袂用真的，别讲嘛，伊安尼讲唔对啊。哪有啥物唔对啦？来啦，行啦。行？去倒？你有我的骨力，啊，就是我的太太啊。对啊。来去我的房间啊。啥？去你的房间？小别胜新婚啊！去我的房间哦，快乐一个。坏啦！你坏啦你！客气声啦，行啦。我坏，别讲了，救人啊！我救人嘛无好，行啦。对啦，滚啦，对去不要紧，先生对去不要紧。老姐，对去啊。叫我带伊去房间。好啊！你敢若假有心，无是就是要互你遮代志哦。啊？无啦，我来讲哦。你是假有心？阿妹啊，你也真是真的是。对啦，你看，一个。好啊，你这死假讲的，讲啥物？叫我来遮表演一下，哦，才要介绍我去电视台过面子。妈妈，你是存万要互我死心啊！你，会听啊？无啦，阿关，阿关，代志哪变到安尼啦？好烦呢！
你甲我出卖对无？我无讲哦，我有一定甲你讲，我袂使讲你带一个家有心的小姐要来找你。我其实我会去，我会去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甲。爱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我其实我会去，我会去。哦，逐遍拢家己袂晓演戏，搁要怪我，吼！阿妹啊，等你真相信阿弟啊，毋是你所想的迄种人啊哈。母啊，要信唔信吼，随在伊啦。有一个代志吼，我要甲你讲一下。我想要去外口租一间厝，搬出去住。阿弟啊，我是专工来甲你回信的啦。我已经甲母啊讲过啊，我毋是因为你三番两次要赶我走，我才要搬走的。那呢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是因为，哎呦，你着讲嘛，啊若无吼，你就是专心要害我去妈咩？啊你若要我讲吼，我就讲啦，是因为我惊我家己会去真正爱着你。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归球，等你等甲毋家己太阳球，别人敢有可能亲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，从今放阮的爱真自由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。